2026年8月8日，立秋後的第二天，空氣裡旋裹着濕熱的暑氣，可整個華語互聯網的輿論場卻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猛地按進了冰窖。源頭不是雜麼驚天八卦雜誌的偷拍鏡頭，也不是那位網紅主播的深夜哭訴，而是一張平平無奇，甚至略帶些古舊酸字的照片。這張照片由一位自稱 Quintus 的年輕人在個人社交賬號上發布，配文只有簡單的4個字：我的答案。起初，未人把這條動態當回事，畢竟在流量為王的時代，一個星二代的隨手一拍能掀起雜麼風浪。可近3小時後，這張宣紙上的內容被放大、被解釋、被逐字逐句地翻譯成金融術語和法律條文，整個事件便徹底失控了。紙帳上是用毛筆寫下的幾行英文，不即自亂卻力度沉穩。落款處是謝霆鋒和張柏芝離婚時那份保密協議中的某條附議編號，而核心內容直指一筆高達9位數的信託基金流向，那筆被外界普遍認為是謝霆鋒留給2個兒子的保障金，實際上在數年前已被重新授權，最終受益人一欄赫然寫着張柏芝的全名，而監管權則落在了 Quintus 成年後的第一份法律聲明之中。這張宣紙像一把睡了火的鑰匙，咔嗒一聲，撬開了那扇被媒體和公關團隊合力封死了10餘年的鐵門。門後沒有童話，只有帳簿。輿論的火山是在12小時內徹底噴發的。最先反應過嚟的不是娛樂版記者，而是財經線的老狐狸們。他們從那張宣紙的編號入手，順藤摸瓜查到了謝霆鋒旗下風味品牌的股權變動記錄，發現從2023年第3季度開始，謝霆鋒陸續將名下3家離岸公司的控制權轉移至一個家族辦公室，而這個辦公室的聯席簽字人之一，正是張柏芝的長期財務顧問。更耐人尋味的是，同一時期，謝霆鋒曾高調宣布進軍元宇宙餐飲和 NFT 美食藝術，彼時被媒體捧為科技與煙火氣的完美聯姻，股價一度飆升40%。可如今回頭看，那些華麗的發布會上，張柏芝的名字從未出現，但每次融資的關鍵節點，總有一筆來自新加坡的神秘資金悄然入場，份額不大，卻精準地卡在每一輪估值躍升前的靜默期。而今謎底揭曉，那筆資金背後仰仗的抵押物，恰恰是當年謝霆鋒支付給前妻的所謂一次性贍養費所轉化的不動產組合。也就是說，張柏芝從未真正花掉那筆錢，他將其化整為零，投進了謝霆鋒自己的商業賽道，然後以股東身份不動聲色地坐在了牌桌的另一頭。而 Quintus 這張宣紙相當於掀開了可觀的袖口，讓所有人看清了那副洗了無數遍的牌。緊接着，娛樂記者的嗅覺也追了上來，他們翻出謝霆鋒和王菲這10年來每一次被拍到的同框畫面，從北京後海的深夜散步到日本北海道的滑雪場，從機場 VIP 通道的拼牌而行到演唱會後台的匆匆探班，每一幀都被重新打上界籤。過去這些畫面被解讀為靈魂伴侶的默契和兜兜轉轉船是你的宿命，可如今對照那份信託文件的時間戳，人們赫然發現，幾乎每一次風飛感情升溫的關鍵節點，都伴隨謝霆鋒某筆重大投資的交割期，而王菲本人或其關聯公司，從未在這張資本網中佔據任何實質性的權益節點。他依然是他，唱歌、禮佛，偶爾露面，像一朵懸在半空中的雲，美則美矣，卻摩根可樂。反觀張柏芝，這些年在大眾視線裡做了雜麼呢？他帶着3個孩子頻繁搬家，從加拿大到新加坡再到上海，媒體拍到的永遠是素顏買菜、單手抱娃，在遊樂場角落裡打瞌睡的模樣。偶爾上個綜藝，聊的也都是給孩子做飯、教兒子中文這類煙火氣十足的瑣事。所有人都以為他退出了戰場，至少退出了謝霆鋒的戰場。可那張宣紙上的原字打印體卻冷冰冰地提醒着世人，他從未離開，他只是換了一張桌子，從感情牌桌換到了資本牌桌，而可觀是他親手養大的兒子。Quintus 的這次出手，時機之精準令人脊背發涼。就在宣紙曝光前的72小時，謝霆鋒剛在澳門完成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商業路演，
主題是風味宇宙2.0，計劃募集5億港元用於打造沉浸式美食文旅綜合體。路演現場傳稱來了王菲的御用音樂製作人助陣，暗示未來會有跨界聲景合作。資本市場熱情高漲，預售份額在40分鐘內被倉購一空。然而宣紙一出，當日早盤股價即跳空低開8%，隨後3天連續下挫，累計跌幅超過22個百分點。粗略估算，謝霆鋒個人賬面財富蒸發超過3億港元。更致命的是，那份信託文件的曝光引發了連鎖反應，銀行風控部門開始重新評估他名下其他資產的抵押率。兩家原本已經簽署意向書的機構投資者宣布暫緩推進，理由寫得冠冕堂皇，需進一步評估治理裂扣。但誰都知道，他們怕的不是商業風險，而是家庭糾紛背後的法律不確定性。畢竟一仗前妻危子曬出的私密文件，足以讓任何盡職調查團隊頭痛3個月。而像柏芝方面呢，他從頭到尾未有發布任何聲明，沒有點讚，沒有評論，甚至沒有修改社交賬號的簡介。唯一的變化是他的個人工作室在事發當晚悄悄更新了一條招聘信息，崗位是家族辦公室投資總監，要求10年以上跨境信託經驗。這條招聘被網友截圖瘋轉，評論歐的高讚留言寫道：他不是在報復，他是在收網。但若以為這只是場簡單的前妻復仇記，那便太小看這出大戲的總心了。真正讓行業震動的是那張宣紙本身的載體選擇，為什麼是宣紙？為什麼是毛筆字？為什麼偏偏算在立秋次日？有文化評論者指出，宣紙在中國傳統語境中意味着契約與傳承，古人立約常用宣紙，因其不易重鑄，可傳千年。而 Quintus 用這種方式公布法律文件，實則是在宣告一種比娛樂八卦更恆久的東西——血緣對資本的天然繼承權。更妙的是，那幾行英文下方旋有一行極小極淡的鉛筆字，經技術還原後鬥作 For my mother, who taught me that silence is louder than screams， 意為給我的母親，她教誨我沉默比尖叫更響亮。這句話像一枚溫柔的釘子，把整個事件的基調從狗血拉扯釘進了哲學層面。網友們開始回溯像柏芝這些年所有被拍到的沉默瞬間，在機場被記者圍堵時低頭護住孩子的側臉，在綜藝裡被問及前任時微微一笑說我記性不好，在直播間被彈幕刷屏攻擊時輕聲念出謝謝大家的關心，然後關掉美顏濾鏡。那些曾被解讀為印忍怯懦或營業笑容的表情，如今在信託文件的映照下，全變成了獵手鎖定獵物前的絕對靜止。他不是大魔王，他只是把魔王的劇本藏在了童話書的封皮底下，而 Quintus 是那個替他撕開封皮的人。資本市場的連鎖反應還在繼續，但輿論的焦點已經開始從謝霆鋒的損失轉移到王菲的處境上來。令人意外的是，王菲的粉絲群體呈現出一種詭異的平靜，他們的超話裡沒有憤怒的聲討，也沒有對張柏芝的惡語相向，反而出現了大量幸好姐姐沒尖剪的姜幸貼。這種反應本身就很耐人尋味，它暗示着在大眾潛意識裡，風飛戀之所以被奉為童話，恰恰是因為他長期被包裹在一種如同臭味絕緣的準愛濾鏡中。王菲的淡漠、疏離、不食人間煙火，恰恰是這則童話的核心美學要素。可現在，當謝霆鋒的資本底褲被一張宣紙掀開，人們突然意識到，那個在舞台上襲擊他的搖滾少年，那個在廚房裡顛着的溫柔廚師，那個在採訪中羞澀提及他讓我心安的中年男人，其實一直活在層層疊疊的對賭協議和股權質押之中。他對王菲的守護或苦並非不願給予物質保障，而是他本身已深陷資本的流沙，能給的只剩下一份看似自由實則毫無重量的情感陪伴。而像柏芝那個被嘲諷了10年的過氣玉女單親怨婦，卻用最傳統的中國式智慧藏富於子，以退為進，以守為攻，完成了對整盤棋局的逆向操控。他不需要王菲的仙氣，不需要謝霆鋒的才氣，他只需要一張紙、一支筆和一個願意替他開口的危子。Quintus 在這張宣紙中扮演的角色，
更是引發了關於星二代覺醒的廣泛討論。不同於其他明星子女要麼躲進濾鏡美顏中當網工，要麼刻意願利聚光燈去讀商科法律， Quintus 選擇了一條極為刁鑽的路徑。他既不叛逆，也不順衝，而是以一種近乎斯文的方式完成了對父權的溫和解救。他在宣紙上的措辭沒有一句指責，沒有一句抱怨，通篇都是冷冰冰的法律條款引用和資金路徑說明，甚至連信託編號都標注得清清楚楚，仿佛只是在提交一份大學作業。但正是這種不帶情緒的表達，讓整個事件失去了被公關洗白的可能性。你無法對抗一張白紙黑字，更無法對抗一個20出頭、沒有負面新聞且手握法律文書的親兒子。謝霆鋒的團聚試圖在第二天放出父子感情融洽的舊照和聊天截圖，但網友用顯微鏡發現那些聊天記錄的時間卻全部早於信託變更日期，而變更之後的對話欄裡，Quintus 對父親最後一次公開回覆停留在好的謝這4個字。這4個字被做成表情包傳遍全網，成了年度最冷幽默的禮貌性梳理。而像柏芝從頭到尾未有教兒子說過一句重話，他只是在他18歲生日那天，把信託文件的原件裝進一個牛皮紙袋，放在他的枕邊，旁邊擱着一碗親手煮的長壽麵。他沒有說這是你的武器，他只說這是你的選擇。而今 Quintus 選擇了公開，不是為了摧毀誰，而是為了確立自己。作為兒子，作為受益人，作為成年人，在棋盤上落下自己的第一顆棋子。當輿論從震怒轉向沉思，人們開始重新打量風飛童話這4個字。童話需要城堡，可謝霆鋒的城堡是貸款盒的。童話需要魔鏡，可王菲的魔鏡照出的從來都是自己的修行。童話需要惡龍，可張柏芝從不是惡龍，他只是那個在城堡地基下面埋了另一份地契的沉默工匠。10幾年間，媒體熱衷於給這3個人貼標籤，他是浪子回頭，他是天后再臨，他是棄婦翻身。可標籤貼得越牢，真相就藏得越深。直到這張宣紙出現，所有人才被迫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在情感敘事之外，旋存在着另一套完全平衡的敘事體系，那裡面沒有怦然心動，只有資產負債表；沒有破鏡重圓，只有受益權分配；沒有此生不渝，只有無限連帶責任。而最諷刺的是，像柏芝之所以能成為這套冰冷體系中的大魔王，恰恰是因為他比任何人都更早地看透了情感敘事的脆弱。他在最年輕、最美貌、最該撒嬌欲痴的年紀，選擇了生下孩子，然後在最喧囂、最被嘲弄、最孤立無援的10年裡，選擇了把眼淚換算成房產，把委屈打包成股權，把那些深夜獨自帶娃的崩潰時刻，默默截進信託條款的附錄裡。他不是沒有情緒，他只是把情緒全部轉化成了資產，而資產不愧背叛，資產只愧增值，資產旋潰在某個你春風得意的午後，穿着你親生兒子的外衣，敲開你路演大廳的玻璃門。謝霆鋒的資本縮水，表面上看是一場突如其來的家庭隱私泄露引發的信任危機，但深層次裡，他暴露了娛樂圈跨界資本運作中最致命的軟肋。情感人設與財務現實之間的割裂。當他對着鏡頭深情講述風味是為家人打造的味道時，他的財務報表上寫着的是對前妻信託的長期負債。當他牽着王菲的手走過公壇被讚神仙眷侶時，他的對賭協議裡躺着的是以孩子撫養權為韌性抵押的融資條款。這不是說他虛偽，而是說他在兩種遊戲規則之間走鋼絲走了太久。久到他自己都忘了鋼絲下面沒有安全網。而像柏芝這個被媒體塑造成只配生孩子的女人，卻用最原始也最紮實的方式，在鋼絲下面織了一張綿密厚實的棉網，網裡編進了每一次被放鴿子的生日會，每一通被打斷的視頻電話，每一份簽了字卻沒得到回應的家長同意書。他織網的時候未人看見，因為那太不精彩了。不如機場牽手照有流量，不如演唱會合體有爆點，不如深夜同回公寓有遐想空間。可網織好了，就不需要再演了。他現在甚至不需要親自出面，
只需讓 Quintus 在恰當的時刻展開那帳宣紙，整帳網就會自動收緊。網住的不是謝霆鋒的人，而是他所有懸浮在半空中的商業幻想。結尾的700字，我想落在一個給安靜的畫面裡。就在宣紙事件發酵到最高潮的那個傍晚，有網友在上海市郊的一家社歐超市拍到了張柏芝。他穿着米色鉗織開衫，頭髮隨意挽在腦後，手裡提着2袋西蘭花和1盒雞蛋，身邊跟着小姨子，母子倆正站在冷舉前討論買那種酸奶。鏡頭裡沒有任何豪門恩怨的痕跡，沒有保鏢，沒有墨鏡，沒有刻意躲避的倉皇。他甚至低頭幫孩子擦了擦嘴角的餅乾食，然後推着購物車慢悠悠走向收銀台。這個視頻流傳開來後，評論區漸漸安靜了，那些憤怒的、嘲弄的、站罪的、陰謀論的，忽然都變得有些多餘，因為所有人都隱約感覺到那帳宣紙掀起的驚濤駭浪，在張柏芝眼裡或許只是一陣穿堂風。他早就不需要向誰證明什麼了。當他把信託文件交給 Quintus 的那一刻，他就已經完成了作為一個母親最徹底也最體面的佈局。他不在乎外界叫他大魔王船是好媽媽，他只在乎3個孩子成年後的每一個選擇是否都帶着清醒的尊嚴。而謝霆鋒呢？他在事發後第5天發布了一條新動態，沒有辯解，沒有訴苦，只發了一張天空的晚霞照片，配文是一個句號。王菲的社交賬號依舊沉寂如深潭，唯有她的一位多年好友在私人播客中隨口提了一句：她前天船在抄經，說秋天來了，該添衣裳了。3個人，3種沉默，像3根不同高度的琴弦，被同一陣風撥響，卻發出了全然不同的音調。這場由一帳宣紙引發的資本與情感的雙重地震，最終未有贏家，也沒有輸家。只有3個早已做出選擇的大人，和一個終於長大、選擇說出真相的孩子。而那帳宣紙此刻或許已被 Quintus 裱進畫框，掛在了他自己公寓的書桌上方，旁邊再沒有別的裝飾，只有窗外的梧桐葉一片一片落進2026年的秋天裡。